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5AM新闻，我是田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反送中是愈来愈烈，民众开始罢课、罢市、罢工，要地铁甲飞轮机航班受到真大影响。风台的日起嘛，伫拜4到拜6的时阵会上街进挖台湾，请民众要注意。去年发生华山草埔命案，今仔日一审宣判凶手死刑。反送中的情形是愈来愈烈，香港民众选择在今仔日拜1的时阵发起了全港的大罢工，一透早就予地铁站以及着飞轮机场是袂顶袂动。香港机场超过200几个航班来取消，地铁要一段时间是无法度来驶。也讲到这个反送中是一个抗争2个月来头摆，互民众用实体行动来影响到因的生活甲经济。示威者用手来护伞，甲警方牵，佮工课放咧参加罢工的民众一直向街仔路来集合，大声喊讲乌社会，考试香港警察这几天的行为，就参像乌道共款。反送中抗争搁升级，民间选择伫初5拜1发起罢工、罢课、罢市3罢运动。下晡示威者穿乌衫，甲金钟、旺角、黄大仙广场、沙田新城市广场等等7个集会地点，只甲考准，要继续来向香港政府抗议。無能嘅政府不單沒有正視問題，更把政治問題推向警隊解決。有見及此，我們發起了全港罷工、罷市、罷買行動，務求以最和平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立即回應香港人提出的5大訴求。全港大罷工提出5點訴求，徹底退回倒還條例修法，撤銷反送中示威以來對抗爭者的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暴力警方追究責任，還有隨時行雙普選，而且參加3罷運動的人數真濟。香港的國泰、港龍等等航空公司的員工用集體請病假的方式來讓交通出問題，而且就2早起造成香港機場宣布上無會有245個班次來取消。咁一定係有影響嘅，咁即只不過係咁啱得咁巧撞彩咁啱係今日啫。已經係今次8月5號罷工已經係安排咗好耐啦，咁我覺得都係民怨積怨好耐嘅一個後果嚟嘅。而且早起伫香港地鐵有乘客甲示威者發生衝突，因為民眾繼續發起無合作運動，阻擋列車門關起來，港島狀元等等8條路線受到影響，市民無法度順利來上班。還有大巴肚的人體力無夠，趕送數來離開正翕的地鐵站。警方下晡開記者會，強調講會尊重民眾表達訴求，毋過袂當影響他人安全。而且公布6月初9以來，已經掠到460個人，發射超過1000發的催淚彈。其中冤枉事件掠到的23個人涉嫌非法集會，反送中的抗爭繼續擴大。學者認為，3罷運動已經唔是香港人的拜6禮拜遊行下晡了後的集會，甲破滅的對抗，是要抗爭走向平常時的工課甲日常的生活當中。運動發展到今，已經變作97回歸以來上大的政治危機。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是小媒體，有民眾在今仔日發起了罷課、罷工、甲罷市的運動，初約才有14000人來響應。不過，這個民眾是一直來反彈，也拿政府單位咧，這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透早10點的時陣，在個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也違反到一國兩制原則，也講因這示威民眾是危害香港的繁榮。對政府不滿，唔係等於要縱容暴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批評示威群眾以暴力行為表達訴求，
对真正有示威的群众加中国5000旗诱来等你海，伊讲这已經超過原有的政治訴求。佢哋揚言要搞革命，要光復香港，呢啲行為已經遠遠超越咗原嚟嘅政治訴求。呢啲挑戰國家主權、危害一國兩制嘅違法行為，會摧毀香港嘅穩定繁榮。玉石俱焚嘅做法，會將香港推上一條不歸路。反送中運動到即馬攏也未停，隨過香港市民發動3罷、罷工、罷市、罷課，包括機場的機組人員、地勤甲維修員，攏集體請病假響應罷工。另外，教職員、學生、公務員、金融界、運輸工會亦都會投入3罷。當局講一直喺注意罷工嘅發展，亦都啟動咗跨部門協調嘅機制，同埋作出應變。有人可以選擇罷工，但都應該尊重別人返工嘅自由。受影響嘅將會係好多嘅基層家庭。已經係全面我哋啟動晒有關嘅部門咧，協調嘅機制、監察機制。運輸署嘅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咧，已經係最高嘅工作嘅狀況，係一遇到有啲特殊事故咧，盡快協調咧，確保對我哋嘅廣大市民嘅影響減到最低。擔心罷工嘅影響香港嘅經濟，林鄭月娥呼籲大家回歸理性對話，並且強調香港警方自7月開始，每家都會開記者會，政府部門亦舉行跨部會新聞發佈會，整合罷工造成嘅衝擊。記者綜合報道。中國自8月初開始，無愛發予旅客來台灣自由行嘅簽證。今日又風聲講，也要來限制中國旅客袂通對小三通來到台灣旅遊。金門縣政府也強調講，是有聽業者佇咧講，毋過這個正確嘅消息閣愛查清楚。另外，旅業工會也煩惱講，若講這個消息變做真正，有可能會減少10萬到15萬嘅中國旅客來台灣佚佗。8月初一開始，中國停發陸客自由行簽證，嘛要限制團體旅客的配額。即馬佫傳出9月開始要停止陸客透過小三通來台灣旅遊。旅行工會是表示，目前佫咧查證，若是有影，估計佫會減少差不多10萬至15萬小三通旅遊陸客。包括總統，包括地方的這種大的選舉之前，我們都會有一些緊縮的措施。只是今年我們很訝異，就是為什麼今年提早的這個日期這麼早？根據移民署統計，2015年開始透過小三通來台灣往來金門馬祖澎湖的陸客，每年差不多25萬人次，去年31萬人次，去年9月到12月差不多11萬7千人。不過中國福建省代辦法人陸委會嘛表示，經過多元管道了解，並無這項消息。在小三通第一線的金門縣政府強調講，確實有聽講廈門的文化旅遊局在咧內部會議當中，有關於無要簽發旅遊小三通簽證的代誌。目前我們得到的消息就是說，第一，這個就是一個他們是開會內部的一個討論第一個還沒有正式的對外去宣布嘛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他算的就是目前假設他們講的這些目前都已經被證實的狀況之下的時候，是旅遊的部分，並不是說整個小三通。我們是這個比例上是比較少啦，相對的就是影響的層面也比較小，旅客人數裡面大概未達10%啦。對中國8月開始限縮陸客來台灣自由行，已經引起業者佇觀光經濟驚嚇。交通部長林佳龍強調講，歡迎陸客來台灣，但是別跟他挖口音。台灣人是站在第一線，我們歡迎陸客來台，但不會因此而就是依賴，這樣子才是我們發展觀光的長久之計。林佳龍表示，目前台灣的國際觀光客人數，包括日韓、星馬和港澳，攏是2成以上。未來伊會強化東協和新南向國家來台灣簽證的綁定。行政院嘛已經進行下部會檢討，擴大新加坡等國家來台灣的便利性。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關心政治的消息。台灣市長郭文哲在8月初6要來舉行創黨的大會。郭台銘電影表示講，郭台銘本人是未去參加，不過會送回過去。也郭文哲在今日透早就來砰砰大，聲罵韓國瑜以發大財口號，擱再批評總統蔡英文身軀邊的人攏在咧食錢。總統府隨也回擊講，若要指控愛有證據，若無就愛講回實的。
台北市长郭文哲初六要举办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组党了后，伊2020会亲身出马参战，也是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结盟来合作。媒体问讲，西亚甲老虎敢真正会当伫政坛共同生存？狮子跟老虎本来在非洲大陆就是共存的，只是他们捕杀不同的猎物而已。所以猎物是鱼吗？两个见面，我现在初步没有这样的规划，所以或许要再等等缘分嘛。过关两个人通电话了后，当时要见面来讲合作，各界拢真关心。2020哪日两大党杀韩国瑜甲蔡英文，进前叫郭文哲牙讲是草包甲菜包，即马郭文哲去碰碰叫，小妹讲韩国瑜发大财，敢若是伫画口号，说落来佮上阵踹门，还佮有真外民进党的这个团体。2016年1月16号，我是支持小英的，为什么不是？可是你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没有贪污，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不是吗？真正的深绿，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还蛮佩服的。那这些人可以为他的理念，你知道哈，硬是要干到底，这个我还是佩服的。但是我很讨厌那一种哦，那你就是利用这个在谋个人的福利、政党的福利，那一种假义和团哦，我心里面才是圈圈叉叉。针对郭文哲指控踹门身躯边的人拢贪污，总统府发言人黄中元回讲，官市长若是有证据，就去检举；若无证据，就凊彩黑白讲骗术，这是政治文化伫倒退现象。而且真侪总统幕僚伫官市长的指控去互误解，官市长嘛应该来讲回实的。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民党的消息。面对拿赢伊的整合，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就在发声，爱党主席吴敦义来出面。不过，王金平今仔日来表示讲，无要甲韩国瑜陪拍算，也讲到初选进程，伊有向吴敦义提出建言，不过拢无互人采用，日后也未搁再有啥物建议啊。拜一的市政行程，伫咧前一天取消了后，高雄市长韩国瑜搁向向宣布要接受访问，直接变动，互人又讲是毋是健康出问题，嘛有人质疑伊无法度兼顾国情和市政。不过韩国瑜讲身体无问题，面对党内整合，嘛再度呼吁党主席吴敦义爱出面协调。我个人是表达最大的诚意。我觉得党中央如果出面的话，对于党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士来说，一定会有一些感召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吴主席也能来帮忙，一起来出面。韩国瑜将求等候吴敦义，敢若嘛伫咧讲互政治法院院长王金平听，但是得到答案不如预期，就连吴敦义嘛无楼梯通路。我有跟连先生说，以后再说吧，现在不急嘛。当时初选之前，诸多的建议，他一样也都没有采纳。那未来也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再跟他建议了。党内整合看不到希望，顶多是拿赢台中市议会先表态挺韩国瑜，包括红派议长张清照，阁有乌派大脑前立委颜清标，20多名议员先整合台中红和乌两个派系，落南去高雄拜会，毋望拿赢，毋通阁分裂。军系大大社团和三军退伍军人嘛发表声明，呼吁大家放下恩怨，挺韩国瑜。北河张善政点名是韩国瑜副手第一人选的朱立伦，是新人讲初选过程所造成的必损伤害，嘛是需要时间来平和。这个初选的过程裂痕比较深，伤害比较大，多一点耐心啊，大家共同努力吧。那不管郭董事长或王院长，我们都是期待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朱立伦强调，即马暂时无适合讨论副手的问题，以免家亲无欢喜。若是伊这个月中访问美国，虽然是私人的行程，但是有必要请去演讲，会趁机会为国民党争取认同，希望支持国民党阁有推出的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今仔甲台湾基进共同推荐立委候选人陈柏惟要来投入台中地区的选举，要来甲国民党的立委颜宽恒来拼。民进党主席杜英泰表示讲，任何政党拢会当来合作，不过爱甲台湾的利益以及着国家的发展放大先。媒体也问讲，郭文哲敢有符合合作的标准？杜英来讲，爱问伊本人。前进台中，我为党选。民进党和台湾基进党共同推荐基进党发言人陈柏惟参加台中大乌龙地区的立委选举，对着哪位颜宽恒，嘛希望台中会当变成政党合作示范区，变成抗中保台大联盟。
能够成为一个合作的典范。同时，整个大台中地区，我们一直要想把它成为一个政党合作的示范区。从台湾基进，从时代力量到民主进步党，我们真的可以形成一个抗中保台的大联盟。台湾如果本土政权要过来，南台湾的票除了爱赢之外，咱爱保北台湾，北台湾爱小输，但中台湾上无咱爱拍成平手。因为台北市长高屏地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小党小连续成立，冲击着官僚整合。杜英台强调讲，会提出上大诚意，只要符合以台湾利益为主，整体国家发展系大兴，拢会当讲合作。外界真好奇，高屏地要创立台湾民众党，敢有合作的空间？任何政党只要符合我们合作的对象，我都愿意合作。但是这个大前提不能改变，就是要以台湾利益为优先。主席，那柯文哲有符合你大原则吗？哪一个大原则？你刚刚说的大原则。那要问他本人。拄条台中大乌龙地区共同提名单笔为台北市第5选区和台中第3选区，拄好是时力退党的立委林昌祖和时力立委洪志勇的选区。杜英台整合权力，一步迈锁定时代力量。时代力量的这个邱主席，在约的过程当中，本周是一个适当的时间。若是总统选举，总统和党中央的合作方面，拄条蔡总统的新北林世尧和洪耀福已经和杜英台等党籍人员开过互选会议。杜英台表示，总统会拜托过去伫选举当中合作有经验的人，主持竞选总部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唔惊7月半鬼，上惊7月祭水。今年第9号的风台日起嘛，卡路有在向西边走小看。气象局也表示讲，伫这礼拜4到拜6是上该近往台湾。目前资料显示讲，风台会对日本的琉球甲台湾中通过去，不过嘛是有机会会来到台湾，请民众爱注意。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热带雨林。轻度风台利奇马目前伫高兰平东南东风1000公里的海平上，预料24点前后行进的速度会开始变紧。气象局估计，利奇马有可能对台湾东边海面上北，接近台湾的时阵，有发展做中度风台的可能，无排除会发布着上风台警报。如果它东方这个低压环流未来有增强的情形的话，那利奇马台风它的走向就会比较朝偏西一点，也就是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方向来移动。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拜三开始，台湾北部和东半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雨有可能落嚟休哩。风台伫拜4到拜6上接近台湾。民间气象公司分析，影响风台的关键就伫太平洋高压。若是高压势力向西边发展，就会和风台更加接近台湾。来看目前各个预测路径，其中欧美预测风台会登陆北台湾。目前的整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它都是往台湾的这个东北部的这个近海移动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是非常高的哦。这个的话，大概在明天到后天之间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时间越接近的话，大家对于这个高压的这个强度的这个掌握会越准确。气象专家提醒，不管风台是不是登陆，拜2开始，东北部和东南部海面以及恒春半岛都要注意海上长影，建议民众较莫去海边啊活动。拜4到拜6，风台上接近台湾，路线阁有变数，请民众注意上新的预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台湾各地头的消息。伫咧桃园市出现头一例的本土天高热，是伫中立的林美丽，是一位70几岁阿嬷，伊最近是无出国，出来染到本土天高热第2型的病毒。另外，伫台南高雄的疫情是无搁再增加，若是伫15天内无再增加病例，就会当解除社区的监测。不过，这个防治的工作也请民众爱继续来注意。伫树仔顶四界路会当看到咖啡色的大草。台南东区出现天高热了后，北客里公园去封起来2礼拜，大家开始先用发泡剂紧急甲树坑补起来，避免积水来生拖白网。毋过因为护树人数批评，市政府专门换做大草，效果嘛是真好，已经15天无搁出现病例，初5重新开放，比较安心。怎么说？就是说比较没有那种，要不然来这边都会想说抹防蚊液呀。穿长袖长裤啊，会，因为我那时候穿短裤跟短袖，我怕被蚊子咬，然后就爆了。东区是台南上下尾发生天高热的区域，虽然讲15天无新的病例，毋过还阁继续监测到8月2日才会当解除。若是当初时病例上济中西区开山里，店头的生意这阵仔加减嘛是有受到影响，初5了后就会当解除。
看会较好卖，啊无卖无，我来到地。啊，卖无刚好的租金。东区的大同里还有一个东门里也是会在，本来他们时间点可以比较早，但是我们因为它有一些便利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把它统一在中西区的开山里，就是礼拜8月5号里面同时来解除。另外，高雄是上早有病情传出来，青沙病例扩散到林雅区，已经是第8个行政区，嘛累积到48例。啊，不过上早发现群众感染的三明区，到初六已经会当解除2个里，累积全高雄已经有12个里解除，干那剩7个里要继续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在咱的生活当中，真侪营养诱粒啊，是咱目睭看无的。民众若长期伫 PM2.5高度较悬的环境内底，就较容易中风，或者是得到急性的心脏病症。伫环保署甲各卫院105年到107年的资料来看，不管是天顶的空气，或者是厝内外，或者是个人接触到的 PM2.5，伫咧嘉义地区一直拢是上悬的。空气机翕到嘉义天顶大蒙大雾的景色，但是这竟然是空气污染加上水汽所形成。嘉义的空气好不好？不好。怎样不好？会蒙沉沉的，如果下雨后才会比较清爽一点。环保署和各卫院伫105至107年间，针对徛在室内外微环境 PM2.5 浓度监控300天，个人 PM2.5 暴露浓度和时间活动监控165天，发现台北、花莲、嘉义、高雄等4大地区，不管是大气、徛在室内外环境，或者是个人的 PM2.5 暴露，拢与嘉义地区的浓度相关。大的污染源过来的，那另外还再加上就是说沿路上的高速公路2条高速公路，这些农业县市又多了很多那种烧一些果树叶这些东西所过来的。PM2.5 的污染来源有81.5是来自嘉义市以外飘进来的，那只有18.5是嘉义市自己产生的。嘉义市环保局表示，室内无大型污染源，境外污染源超过8成，会加强管制移动污染源。不过学者是建议，会当先对港界附近县市相当作物，以及民雄工业区顶路改做天然气的方向来做起，有可能减少至少2成比例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观光调查报告，台北市去年的观光收益比去年减码19亿。台北市政府也讲，自由行这个旅客无一定干那留伫台北。虽然讲台南亚的旅客有来增加，却因为增加开钱的中国旅客变佫较少啊，也互观光的收益佫较退步啊。最近伫西门町的永盛会馆，包括国外布洛克伫咧评比网站推荐讲服务真好，主要人客是日本、韩国加新南向旅客。不过业者讲，这2年国际旅客消费有较保守。以前是做800块，现在剩下500块，有便宜的项目吧？对，有感觉啦。业者讲，因隔壁一间老牌做的卤味店，过去国外旅客是一车线一车，即马真久拢无看到游览车。台北市政府委外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年台北市观光外汇总收入有减少，105年全年108亿美金。102年降到107亿美金，去年全年只有88.91亿美金。观光客伫台北停留时间自106年的4.35天，降到去年的3.58天。而且自由行旅客来台湾无一定会停伫台北，所以收益会减少。虽然新南向旅客增加，不过消费力甲旅客是袂比的。陆客来台的人次下降，加上消费能力的这个金额的下降，其实算是观光外汇收入降低蛮大一个因素。毕竟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消费能力算是没有那么高。台北市政府已经委外进行高端旅客旅游行为调查，希望会当建造出吸引一寡高消费力的旅客行程，也会检视市区的观光点，针对每年拢成长的新南向旅客，推出较有吸引力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打算要甲秋冬旅游补助做搁较大，不过有一寡台东放大业者讲，进前这个补助款是还未搁领到，烦恼讲这个新的补助案就要来开始啊，业者先爱贴钱出去，那搁再加上观光客无爱来，恐惊是双头无前后。台东县地气球光雕带动台东暑假的旅游中，不过暑假假期要结束啊，政府即马出来要推动扩大秋冬旅游补助，带动淡季的国旅，但是旅客敢也过来台东，
如果2天1夜，就可能就比较偏西半部那边的旅游这样。如果申请比较麻烦的话，就不会。旅客国内台东旅游的意愿无确定性悬，一个寡民宿业者讲，去年甲今年的旅游补助款到即马也无领到，惊讲国家日后这边的旅游补助款又会升贴。在咧资金无够情形之下，恐惊挡袂落去，不如家己来办优惠的方案。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小本，然后我们每个月也都要还贷款。你现在有几十万的呆账，很多拜托我们都快要跳海啊！台东县政府统计，今年4月到6月政府推出的春旅补助方案，台东县总共692间旅馆甲民宿参加，提供45835间房间。因为观光局补助款7月中才拨款，有一寡业者的申请资料公布全被退件，业者上紧可能要8月中了才能领到春旅补助款。目前我们已经在做书面审核的部分。那依目前的进度来讲，我们大概在8月中会把整个款项开始拨付给我们的业者。旅宿业者认为政府补助国民旅游的出发点正好，不过包括申请的停书、相关旅游的配套方案是不是让对症下药，希望按全方位的考虑，唔当互东部的旅宿业者期待国惊受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做伙来关心国际新闻。今仔日人民币换美金透早险买落超过7块，这是10年来拢唔捌出现的情形。学者也分析讲，是中国政府当咧反制中美贸易战。不过，汇率专家也来分析讲，若准中国人民银行无来出手相救，人民币若真正落超过7块，可能会影响到规个亚洲。人民币对美金中间计价5号一早起下半，再花人民币中间价上加到7.0297，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新低。离花人民币也爆破7.1，上加到7.1114，是9年来新低。外汇分析师讲，市场认为保值是人民币最后红线，那爆破恐惊有全球货币战。引起整个新兴市场未来的货币竞相贬值，投资的所有的证券的价值要重估。那价值一旦重估的时候，我们担心会不会有另外一波像1997年亚洲金融货币当时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人民币爆破节亚洲货币拢受影响。台币对美金5号上半计价31.628，当半2.529，成交量21.64亿美金。学者讲，人民币当半若台币800无够，台商会受到冲击，甚至今年经济成长率保值拢有变数。台商影响会非常的大，毕竟我们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啊，在我们总出口接近40%。当大陆贬值，我们卖到大陆去的东西就变贵了嘛。所以台币如果也贬得不够多的话，我们的竞争力相对的也会受到冲击。对人民币当半，中国银行是讲，主要是受到单边主义加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对中国加征关税影响。强调汇率是有升有跌，是正常的国际汇资波动环境。不过，香港股市受到人民币当半，再加上300的冲击，5号收盘全面收黑，恒生指数收伫咧26151点，跌767点，成交量994亿港币。分析师讲，中国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刷到香港，港股正在提款机，恐惊有资金大波动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中美贸易战当咧战，即马日本甲韩国也要开始交锋对垒，受到日本限制出口甲取消出口优待影响，南韩政府今仔日宣布讲，会投入7.8条，大约是咱钱2080亿的研发费用。这个目的是为要来生产家己需要的物件，唔免搁再看日本的面色，有影是家己在一层，较赢看别人。为了应对日本限制关键材料出口到南韩，甲日本甲南韩为贸易白色名单内底删除。南韩政府5号早起举行会议，讨论应对日本的贸易限制。除了一摆强调日本对南韩的态度不公平，要求量产撤销措施以外，南韩嘛拍出核心战略，要求伫个5档内底，核心战略的相关物资要全部国产，莫阁挖靠其他国家。 여태합 면제 등을 통해 신속하게 R&D 사업비를 투입하는 등 7년간 약 7.8조 원의 대규모 투자를 계획하고 있습니다. 정부는 이러한 상황을 매우 엄중하게 인식하고 소재 부품 장비 산업의 위기를 기회로 바꾸는 전화위복의 계기로
만들고자 합니다. 这一项关键物资是为半导体、显示器、汽车、电子、机械甲金属、基础化学这6大领域内底选出来的，而且为相关的行业提供财政、减税全面的支持，提供材料、零件甲设备的竞争力，希望把这个贸易危机变成转机，和重要的材料全部拢伫国内生产，减少外靠日本进口产品。除了应对的政策以外，南韩更加期待提悬到国防安保合作的改革，考虑卖个合作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정부는 지소미아 연장 여부와 관련해서 우리에 대해 신뢰 결여와 안보상의 문제를 제기하는 국가와 민감한 군사정보 교류를 계속하는 것이 맞는지에 대해서는 검토하고 있습니다. 在贸易方面，南韩贸缓解，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在5号以涉嫌围标汽车零件、违反市场公平竞争者的理由，对日本包括三菱电机、日立这4间企业处以92亿的限票，差不多是新台票2亿4000多万的附加税罚款。 南韩总统文在寅搁伫幕僚會議面頂表示，日本無法度妨礙南韓的經濟發展，認為若是北韓甲南韓透過經濟合作實現和平的經濟，就當超過日本的經濟發展。記者陳時東報道。咱鏡頭看到英國的英格蘭有一座108年的塔布羅水庫，卻因為落大雨、落幾日，規個水庫水上過甜，強要來放棄。政府也趕緊來疏散水尾居民。新上任的英國首相強森也到災區來視察。英國皇家空軍緊急出動直升機，上船所在甲沙包墊落去，目的就是要讓大水來疏通，避免水壩出現災難性的放棄。 伫咧英格蘭中部有180年歷史的托德布魯克水庫，因為7月底連續幾落天上大雨，雨水壩部分的結構伫這個月初1開始出現落落的現象。官方緊急疏散水尾惠利橋鎮約5000個居民。Well, Wednesday, when the water was overflowing from the slipway, the excess amount of water come over the slipway through the park into the car park behind one of the business where I work, flooded the car park, flooded our business out. Flooded 3 other businesses on our site as well. We were basically over our knees literally within seconds. The water came in so quick.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You know, it was horrendous. 英國廣播公司表示，已經用要放棄的堤壩後壁是超過114萬立方公尺的水量，若是放棄效果就不堪設想。當就任的英國首相強生，頂禮拜五嘛去這個所在視察，而且嘛表示，這個舊的水壩應該要重啟。 I thought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come up and see for mysel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here in Whaley Bridge. Well, it's looking dodgy but stable is how I would describe it. I mean, they've done an amazing job. As you can tell, the Chinooks have brought in about 400 bags of stone. 除了等沙包以外，工作人員佮透暝透日24點鐘使用抽水機啊，把水壩內底水抽出來，用每點鐘10公分的速度，目前已經成功降低超過3公尺的水。 The rest of the village, if it actually burst, it'd wipe it out because there's a school just at the bottom of the reservoir. There's a park for kids at the bottom of the reservoir, and all the shops and amenities are there. 警方表示，一直到水位恢復穩定的水準，而且有工程師來評估程度，才會當進一步決定，敢是要當地居民轉去。記者綜合報道。 在去年6月發生在華山草埔仔的分屍案，台北地方法院經過10個月審理，在今仔日下晡一審判決來處理啊，被告陳碧謙用着強制性交、故意殺人等罪，該判死刑。 根本就是在那边没有悔意嘛。被害者家屬告8發，七個來台北地方法院聽被告陳碧謙的宣判。去年6月份，華山草埔仔分屍案，合議庭經過11個月審理，判決出來啊。陳碧謙向以強制性交、故意殺人罪、遺棄屍體罪、竊盜罪等互判死刑，而且提奪公權中心專案會當個上訴。陳伯謙犯強制性交而故意傷害被害人罪，處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其與被害人僅認識數日，並無親密交往的行為，僅因被 A 女不從及剝奪其生命，手段冷酷，漠視生命價值。去年陳碧謙在華山草埔仔區野雞草場，教人傳統的設置，被害者是學生之一，來草場甲姓陳的嫌犯，還有因朋友飲酒開講，說去用性侵抬死，而且閣去用分屍。
但被牵到案了后，原本先是讲有杀人，毋过就伫咧法院审理准备定罪的时阵，伊所大反击，该讲被害者是去互另外一个叫 Eric 的查甫杀死，家己是去用威胁才来斗相共，毋过法院无相信。在台湾并没有这样子的人，而且在场的一起饮酒的朋友里面也没有说，也是说到说当场并没有见过这个人，所以这部分合议庭是认为被告这部分辩解是不独裁性的，很符合社会的期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凶残野蛮、没有人性的一个杀人魔。其实他讲了犯案的情节，也讲了好几个版本，那到最后又不晓得是谁教他嘛？他说完全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没有赖，也没有他 FB， 你相信吗？死者爸爸骂讲，嫌犯到大拢无后悔的意思，而且佫讲一寡假话，想要互家己脱罪。嘛指出台北市政府暗藏违章稽查处，制造治安的问题所在，嘛算是这个案件斗相共的凶手之一，却无任何一个官员受到处罚。伊呼吁市政府爱甲良心找回来，若无有可能来提告，申请国家赔偿，替查囝来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为要防止中国间谍来损害国家安全，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提出《国家安全法》加《陆海空军刑法》修正草案，要将现役的军人以及一般民众，若准来做间谍，因的罪搁再甲加重，追诉权也延长到几世人。不过法界人士也认为讲，国家安全是真重要，不过治本爱来防治，是为根本来做，才是爱做的工作。防范中共间谍渗透，强化台湾民主防卫机制。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提出《国安法》和《陆海空军刑法》修正草案，将间谍行为定义明确化。在《国安法》的部分，草案内容指出，人民体境外机构收集传送应该保密的资讯是间谍行为，违者处不起徒刑，也是10档以上徒刑。涉犯间谍行为罪，追诉权时效是终身。在《陆海空军刑法》草案，国军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处死刑也是无期徒刑。赵天麟嘛提案将追诉权改最终身，把这个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也就是你只要替境外的敌对势力进行收集啦、渗透啦这样的一个行为，即便你没有既遂，基本上你就构成了间谍行为，就要可以比较严厉的谴责。我方人员成为阶下囚的时候，那对方也有间谍人员在我方成为阶下囚，在进行换囚行为的时候，他会增加谈判的筹码跟空间。立委推动修法，确保国家安全。法界人士对修法的利益表达肯定，但是嘛质疑间谍行为轻重，刑法要安怎存在才会当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将追诉权的时效改做终身，倒不如先想办法抓到间谍比较较实际。我们要延长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光是一个间谍行为，它要怎么去区分轻重来做一个明确的规范，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克服的问题。与其这样子在担心追诉权时效的问题，应该更要去想说，我要怎么能够抓到这些间谍，才能够真正确实的保障国家安全。对立委提案修法事后追究，法界人士建议政府爱加予国安单位人力资源，杜绝间谍行为的发生，这是上大先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汉生病人家属拍国赔官司是拍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公开发表谈话来回实体。伫台湾的陆生补救自救会，今仔日也表示讲，希望邀请总统蔡英文来到陆生疗养院关心病人甲家属，也希望政府比照日本认真来看待这段历史。84岁潘老伯住伫陆生疗养院，伊8岁时阵去喂着汉生病，早期去用号做泰国病，因为面膜变形，外观看起来甲一般的人无共款。厝内的人就甲伊送去疗养院，想袂到就带超过半个世纪。出去人家就怕，你像你现在给我这样讲话，人家看到我就跑掉了。住伫陆生超过半个世纪，还佫有一个84岁黄老阿伯，虽然讲平常时有电动车来行路，毋过手指头啊变形，两只脚切掉，嘛是希望讲会当有一个看护到三江西行区等等的服务。尽量赶做一寡看护来赶帮忙照顾咯，安尼阮就真满足啊。伫1930年日本时代式的陆生疗养院，迄当阵是用集中营的方式，强制隔离加轻的办法。二次大战了后，治疗药发明，强制隔离的政策已经取消，毋过有食饱的人无厝通转去，敢会当继续住伫陆生。即摆已经真侪人拢过身，目前还佫有100外个人住伫陆生旧院区。
电脑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前公开向日本500外个前汉生白发家属来回信的，而且答应会照发伊的破决，赔偿每一个原告550万日本钱，差不多是新台币158万。立委呼吁台湾的政府会当参考日本的做法。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应该是台湾可以值得来参考。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关心，但是这个的关心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还是觉得有所不足哈。立委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汉生病白患人权保障甲保障条例，不过自救会呼吁政府应该要将鹿城旧园区变做文化古迹保留落来。这个月20日，伫鹿城园区还有一场舞蹈义演，希望讲会当邀请总统出门来现场，做回来思考鹿城大面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湖口9年化工，也在今年5月17，因为落大雨的关系，地属厂内的垃圾水流到外面，去互环保局来发。也因为最近一个工厂要来混化，引起居民的不满。趁着今仔日举行环评会时阵，有几10名民众伫咧外口揪白布条啊，伫咧抗议。9年1流，9年1流，环保2流，环保2流。几仔在湖口乡当地居民不满主炼化工为着要增加产能，佮提出扩大工厂的需求，直接伫工厂门口揪抗议的布条，伫外面会当看到。进前工厂垃圾水流出来状况，民众表示希望讲环保单位会当听到因的心声。在水源区的上头啊，那我希望说最好是能够迁走到一个那个化工里面专业区来生产。有时会有臭味啊，还有那个鱼有没有都会浮起来，都死掉了。这3点上做这化学溶剂厂化学药剂厂到底是适合的场地，还是不应该开这化学药剂厂，都是存疑啊。针对当地民众提出来的问题，新竹县环保局初步除了直接派人入去工厂内底检查以外，另外嘛针对新发现的问题，要求工厂要需改善。会彻底的要求，9联化工这边针对他们整个污水，可能产生任何污水，需要跟雨水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区隔，来防止，现在常常会有瞬间的强降雨的一个状况，而再次让污水流下来。九联化工上主要是咧生产合成树林汁，食品包装材料使用的 PU 黏剂。当地居民要求工厂必须要提出具体计划，而且要求县政府伫工厂改善进程，就叫袂当互环评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马公渔村用着100年的旧厝，以及着畅水落海掠物件的文化特色，申请登录自乐建筑群。新北市文化局经过审议了后，决定无要来登入。不过有3栋旧厝会列做鉴定的古迹，会搁再来审议。不过，这个小渔村面对开发的危机，靠海食青的民众因也讲，因无其他的材料来转食。甲讲啊，海陆海南真是手沉入去海里，这是伫台湾东北角马公渔村的在地掠鱼仔文化。但是村民面临开发逼迁的危机，59岁自细汉伫马公渔村大汉的地县市，我靠掠高抗卫生，即马生活可能出问题。不晓得怎么办啊？我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我也没有出去过啊，都是帮人家那个抓酒孔跟鲍鱼养家呀。那个地都已经被财团收购以后，才讲说地上物1坪要1.5万来跟我们收购，因为我们有建筑，我们是有优先承购权。因应海港的风影，马公村民的祖先打造出100年石头厝，村民提出户口证明，祖先对日治昭和时期就住伫咧遮。这几年地主将土地卖予开发商，无地权的村民面临拆厝行地。为着要抢救渔村，22位村民申请文资自乐建筑群，希望保留石头厝和海陆文化。但是新北市文化局顶个月召开文资审议会议，最后决议无要定了。它所属的环境、海岸潮间带等与东北角各渔村雷同，缺乏个别的独特性。新北市文化局表示，经过学者专家定期评估，认为马公渔村欠缺特别性，石头厝大部分已经翻新改建，并无完整性，无符合自乐条件。不过其中有3栋石头厝列做鉴定古迹，近日审议庭事。然后有翻修的不是古迹，有翻修的是因为里面要有人住啊，这是一个活的古迹，有可能因为这次的身份没有下来，我们可能就会被挖土机给我们推倒了。
吉面后天，文字审议无通过，渔船定义是未传。文字学者肖文佳是据韩国海陆成功新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批评政府无积极保留渔船颠倒去毁掉观光财。记者综合报道。伫无用的草地，毋是打就是地，农民拢嘛是操甲鱼类类。伫咧台湾农业若是大出的时阵，有影真欠人。伫咧中华明道大学，有学生号召讲要来做农业的学生军，会来补欠一个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其中也有外国的学生来服务，会当借着机会来宣传台湾的农业，也会当来帮忙着农民，有影是一兼二国，望拿兼西苦。用体力啊，伫咧田里内面冰土，虽然日头遮尔炎，因拢无化苦。上这看，因若是少年，而且对田内代志真有兴趣，因是来自史瓦蒂尼的外国学生。你们是哪里人？我是史瓦蒂尼人。史瓦蒂尼，史瓦蒂尼吗？对。对。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玩蔬菜玩农民。有人是走百米的速度，一车久就甲土冰好；有人是大日头家伫咧田内面斗采收高丽菜。这个来自明道大学的农业服务团是学生自发性的组成，台湾甲外国学生拢有，外国学生有42位。我想说找一找同学就去了，可是体能就有落差了。后来我就找一些那个运动选手，然后我们都是运动选手来这边工作。发起人工同学讲，本来是自发性伫咧彰化开支附近斗3工，尾啊加入的人愈来愈多。学校讲，虽然台湾的农业愈来愈走向专业甲政治化，但过伫采收期无用的时阵，也是需要短期的努力。短期叶菜类可能它就是人力需求上面的高峰所以季节性的人力需求是我们希望这一些农业相关科技的学生能够协助在地农民。他固定的班底，我讲啊，条我的配合啊，无临时要去找真找不到。当地农民讲，伫咧采收期较无用时阵，定定找无工人。即马有学生服务团斗3工，支援短期农业密集的工作，会当疏解人力的需求。学校除了透过农委会农业打工计划提供保险甲维合，参加的外国学生工资也比较台湾的发挥标准来还，可以会当增加生活费，创造多元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菜色果子的产量也来减少。颠倒是花莲水水，也就是花莲人讲水尾所在，河港文旦油却长咧大出。农民烦恼讲，油啊出遮济，减的无销，就赶紧想一个办法，就是互民众来冒规丛的油啊树，生济生少，拢靠家己运气，也请真济人来遮助文。来到花莲水尾乡的河港文旦果子园，油啊毋但生了水，而且数量阁济。虽然过去油啊拢爱到中秋节白露进前才会当采收，但是技术提升了后，即卖当bán油啊甜度阁有13度。这次量会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这边风和日丽啊，然后没有台风的影响让我们的那开花结果非常顺畅。但是产量悬，农民就烦恼会销袂出去，所以想出一个方法，只要民众认购一丛油啊树，顶悬的果实拢属于你的，而且佫会当去果子园体验满水果，固定吸引消费者来吃。它的品质，每年我们已经吃好几年了，都很好，很好吃，而且都有生产履历，没有农药残留这个疑虑嘛。那你认购多少颗？我们打算认购50颗。水尾乡农会表示，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河港地区的油啊，伫咧开花时阵雨量少，所以结果就真悬。目前学区总共有800公顷的面积种油啊，今年中国大陆订单减少，真需要民众斗3工。总产量有4500万台斤左右哈，那大概也就是4500万粒。那以台湾目前的人口来讲的话，就是平均每一位民众吃2粒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瑞穗文旦把它消耗完毕。这种认购文旦树的方法是水尾乡有史以来头一届，目前已经有60间果子园参与，民众会当和水尾乡农会直接了解方式，买了熟，佫会当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有要推动2030年公车全面电动化，行政院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要来照顾更较侪人，包括电动计程车、电动奥多拜，这补助伫这2年来拢会来推出啦。
道路面顶机车、汽车、公车来来去去，所排出来废气造成环境的污染。为着要加速改善空污，行政院扩大实施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其中电动客运车、大客车、电动机车的补助会来推送。换新车你当然有压力啊，对不对？啊，换新车现在客人比较会挑啊，对不对？啊，你在油电的车比较省油啊。你要收入有进来有进账才有办法缴啊，对不对？啊，你收入没有进来，你没办法换呢。除了6月份就已经开始3年的客运车补助，甲原本就规划的市区公车电动化以外，交通部即届嘛甲国道还有公路客运全面纳入去补助的对象，总共超过15000台公车，总经费估计要400到500亿，目标是伫咧9月初1会当开始。根据补助重点，甲类上悬每台车会当补助新台票333.8万，乙类上悬260万。若是电动车的运用绩效真好，还佫有上悬200万的补助绩效奖金。不涨价可以啊，你车辆给我们补助，然后18项成本要补贴我们，就比照公车业者。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政策对国道客运的这个车辆的全面淘汰换新呢，会有很多的帮助。能够进一步能够告诉我们说哪些车子是合乎补贴资格的，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告诉我们哪些车子的性能是合乎我们的需求。面对电动公车补助上紧9月份开始，地方政府大部分拢表示愿意斗3工业者来换车。不过业者嘛讲，虽然政府伫扫电动公车减碳，不过即马客运业拢伫欠骹手，要安怎来面对嘛？应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甲文化部的相关单位打算对明年开始，要伫2间公立的图书馆要来举办公共出借权。若是咱的民众借一本台湾人所出的册，政府就会提供予作者甲出版社赚3块。伫咧休困的时间，有民众会去图书馆来看册、甲借册。不过整体出版业的成长变歹，作家甲出版社想要出册趁钱并不简单。教育部甲文化部等等的单位组成下部会小组，规划举办公共出借权。民众甲图书馆借一本册，政府计划提供3块的可米奖予出版社甲作者。因为它会涉及到我有没有限制书的类别，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没有一个定案。酬金的部分会是外加的，不会去影响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人形化的那个感觉啦。所以它要定上限的意思是在这里，定下限的意思是从行政成本的考量啦。初步规划伫国内公共资讯图书馆、甲国立台湾图书馆来举办，民众借一本册，作者甲出版社会当摕到3块可米奖，照7-3比来分。目前上少定伫咧30块，进步搁爱讨论。不过嘛，毋是所有的册拢适合。目前规划作者爱搁活的，而且搁爱有台湾的国籍。若是册语言搁有分类，目前搁拢未有确定的方案。对出版鼓励我们台湾本土创作，当然是一定是有一定的帮助。部分的创作家他已经在大陆那边做他的新品的推荐跟那边创作，反过来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跟大陆买版权来在国内做发行，可能你的借阅率达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就不会另外再给费用。出版工会代表认为，上主要是要鼓励本土的创作者是真好，不过为着避免原本就已经卖真好的册得到伤济可米奖，互较无人借的册煞分无钱，所以补助上少偌济，进步偌济嘛是爱定好清楚。对这个代志，教育部表示，8月底召开第2届会议，目前规划拢还未定案，预计年底会确定，明年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后壁有一位少年家，也是一位真有才情的做琴师傅林宗焕。伊毋但会晓看蒙歌，也伫伊心内中也希望看蒙歌的文化继续流传落去。是咱的手法，专注的表情，伊是做琴师傅林宗焕。今年才29岁，林宗焕做乐琴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听到迄个杨秀卿老师在念歌，迄阵是电台不拢会卖药啊，卖药啊，让旁伊就念歌，吼念的吼，怎啊来了一站让旁吼，起开始卖药啊，到听到迄乐琴迄种声音哦，足喜的。
民国92年，林宗焕无师自通，完成伊人生当中的头一支乐琴。为着练功夫，林宗焕四界门吸收知识，慢慢累积经验。动人的琴声随着旋律，互人非常沉醉。林宗焕当初会家己做琴，是因为无钱；现在家己做琴，是因为坚持。会晓做琴的人，一定爱会晓弹琴。安尼你较知影讲，吼，这支琴做起来是好也歹，弹好弹歹弹。所以讲我会晓弹琴，就会晓做琴安尼。较知影讲，吼，我这支琴做起来好弹歹弹，迄个手势要安怎律起来较会好弹。对高中开始学乐琴、做乐琴，林宗焕弹过10外冬的岁月。伊的想法真简单，就是希望继续做咱家己的琴，弹咱家己的歌。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4度。是时间无情，唔是你我无缘。咱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一个词是对日以来的，你敢知影？是条歌吼，哦，西马西马西，西马西甲普隆讲，马西甲普隆讲，马西甲普隆。来，怎么个你讲。C。我尊重阮全队的迄个结果。马西，哎，拢比个嘞。拜一甲拜四暗时8点，公司台起台，全家有智慧。3月啦，好啊，有的是也无单，两边迄个两阿蕊加头啦，是咱文化要留。